今仔有想要做一个轻轻松松的人。意思就是讲，有时阵啊，听着讲，别人若讲台语啊，我就想讲，怎会不爱对我讲？若有路上的人一家伙仔讲华语，我就烦恼，讲即摆拢无人讲台语啊。就变成讲别人的反应，我会想讲是对我，会影响我这个人。像今仔中昼会去隔壁食中昼顿，这店员呢，其实态度嘛淡薄仔无好，我就想讲是毋是我讲台语的关系啊？这拢是讲我定定甲外口别人的反应，甲家己的人格做亲呢。这是需要调整的所在。若看到夜妇甲别人讲电话用台语讲规路的，我就想讲伊人台语真好，我就毋免阁想讲。毋过伊怎会不爱和我讲台语咧？怎会不爱甲我讲台语咧？这就毋免去想。我需要去分开。分开的意思就是讲，今仔我若想要学讲台语的话，我就去找家教，无就去读册会。做这读册会我拢知影，只是讲无闲甲。无法度参加。若是我要练台文、白话字、罗马字，我就是家己去练习，家己看文章，无就是伫群组赖的群组去找，无就面册有用，台语汉文写字，也是讲有白话字。的文章甲伊互动，就是迄拢想要创啥，就找啥物资源。若今仔日我想要听台语，搁较简单啊！我逐工拢伫咧做，就是看耳机，听广播电台。有诚济广播电台，就定定听，听甲较会惯势。听甲袂赴听一大堆。逐工拢一直累积。我就是爱分开。若同事讲台语，对我的意义就是讲，这某物人台语讲甲真好，会当统计讲，这其实伫咧高雄甲我共缘的人有几个人其实台语嘛真好嘛真流利。对我来讲，就是安尼尔。我无需要阁去进一步去想讲伊怎会不爱教我讲台语？是毋是我讲无好是毋是安怎？我若真心想要练讲台语，其实甲我斗阵去上班，斗阵转去厝有一个查甫的同事，伊就是做有心，就甲我伫咧路上讲话，拢用台语讲呢。就是我着爱分开看，就毋免定定像讲我若去买物件，我的目的绝对就是讲甲物件买好，毋是甲对这店员去学台语，绝对毋是。只是讲我会用台语去讲，只是讲我家己做会到的。毋过咧，别人若要用我啥物语言，要用啥物态度甲我讲话，其实这就是我无法度管着的。我就毋免甲即种物件囥伫心肝顶头去一直想，阁想讲是毋是我倒位做无好。这种想法是我长久以来
会有即种想法。即马吼，就是爱调整，调整以后，就是讲，都毋免惊遐，袂讲即马要去商店，我就开始想讲，要安怎啦？我若讲台语，人会互我隔面抢无？有诶无诶实际上人就是做无用，因就是要去介绍。若人客较少，无啥物需要烦恼诶代志，因心就开阔，就是因计较诶对象，绝对毋是讲一个人客，讲台语、讲华语，对因来讲，因就是紧甲代志处理诶。毋过就是我家己伫遐安尼想东想西，变讲我着真摕袂出勇气，去做一寡代志，安尼就是颠倒变啦，就是讲无需要安尼，就是希望家己是一个会当开阔诶人，自在诶人，而且呢，嘛会使讲甲这外界发生诶代志，甲家己会当切互开。进前少年诶时阵，就是会学讲，莫伤白目，莫伤白目。爱看别人诶白色，看别人诶白色，这拢是少年诶时阵，爱去学诶。亲像讲今仔中昼，同事伫遐食饭，就开始讲，大家话题就开始无共啊，就开始讲即个新人新人啥物人较好，啥物人无好。若讲陪即个新人爱用啥物方式，等等，就是变讲，新人因着做一道坐斗阵，坐甲足大阵诶，像剩阮规个老鸟都人数搁较少。毋过呢，这就是讲，若讲菜鸟来公司，当然就是为着要生存嘛，就是爱看目色，爱看讲，这老鸟甲我带即个先摆是毋是有希望讲我是做拍拼诶，做主动诶，啥物啥物，毋过呢，即摆我呢，就会当换一个角度，就是讲，即摆我若面对别人诶想法，我会当去选择，中昼诶时阵去开讲嘛，嘛会讲，嘛会问我讲，你是毋是做无闲？我讲无啊。伊阁问我讲，安尼你拢无代志做，是毋是足无聊？我就讲嘛袂啊，嘛是有代志做。我想讲，因可能嘛看我甲隔壁诶同事安尼开讲诚久，嘛开始怀疑讲，是毋是这两个人拢相用啊？阮几个咱诚无用，有可能啦，因有即种想法。以早我就会烦恼讲要安怎啦？我是变讲无代志做嘛，感觉讲足无自在，足惊别人安怎想嘛，足惊讲，这是毋是代表讲，我伫即个公司都无代志做，就是会当替取代，拢会去想这。毋过即摆我咧，就是培养安全的感觉，安全的感觉就是意思就是讲，别人问我嘛想讲，有可能嘛会讲，毋是讲食错啦，嘛是会讲，感觉无公平，这叫扣分，是讲，奇怪。怎会平平领钱？我嘛无领比你搁较济，
啊，毋过你哪会安尼自由自在安尼？这无公平哦。有可能伊会安尼想，进前的家己就会紧张，拢足惊，惊足侪代志，惊讲安尼甲同事的感情会拍歹去啊，伊着对你有意见啊，会讲甲伊做无用的，你做用变讲会怨道啊，心内会无公平感觉啦，无就是讲，拢足惊足侪代志的啦，嘛惊讲我若拢赢是毋是代表讲我着愈来愈无竞争力啦，竞争力，愈来愈无竞争力，嘛摕来烦恼，就亲像我进前伫迄诚大间的公司，出差的时阵，主管嘛是应付伊的同事嘛。我去的时阵嘛无代志做，就伫遐坐伫遐，阁袂当足早足准时就转去宿舍内底，拢袂当。坐伫遐偌艰苦咧，想讲要学一寡物件，迄个心都无法度囥无法度做平静的，就会足乱的，颠倒啥物拢无学着，学这嘛烦恼讲，学了这无学迄，安尼敢会当？若学这个讲我是毋是要来学英文？顺续学英文，我看原文的即种技术方面的物件，足深的物件，阁看英文，想来想去，结果其实时间足长，毋过拢无做啥物代志，拢摕来烦恼啊啦。这就是我伫顶一间公司做赢，毋过啥物拢啥物代志拢无做着，就是敢若有薪水有增加尔。虽然有人会牺牲，毋过迄个时阵的心实在是无着定，烦起烦恼会到超烦。即摆呢，我就是要训练我的心，我的心就是讲，其实放下嘛是放心，放心放下，拢是一个足要紧的一种训练。毋过呢，进前别人敢若会讲，你爱做主动的，你爱做要安怎讲？你爱做你爱做拍拼的这就是咱社会上你的目睭爱闭较紧的，这就是咱社会上主要讲来讲去拢是安尼，无够深。即摆我就知影讲，进前安尼只是会使互你伫即个公司、即个社会有一份工课会当生存。毋过咧，虽然生存，毋过迄个心肝共款，就是会烦恼，会无法度放下，会对家己有怀疑，就是安尼。即摆就是知影讲，其实即个心是需要训练，毋是讲着训练讲来伫这工课上做有经验呢。伫熟识人，熟识足侪朋友诶，有人脉，无就是讲，啥物know how拢知。这是咱传统的观念，认为就是追求即种物件，无就是看一寡文章三亚的文章，
就是敢若会讲遮尔吼，因为咱的教育就是为着使咱成为一个好用的一个工作者，吼，毋是为着要互这工作者会当找着家己，找着意义，过了自在快乐，吼，毋是为着这啊，所以因为是即个原因，就变讲，拢无人去教如何互家己较快活。这快活毋是讲，拢无爱应代志做，去倒撇，毋是即种快活。快活就是讲，莫讲用的时阵惊吓，希望无用。无用的时阵，实在是无用甲做想要喘一口气，毋过拢无法度。毋是即种的状况。是讲伫做用的时阵啊，会当找着讲，我其实会当做别种代志嘛，不要紧，就是会当安排家己，互家己感觉讲，真好呢，真满意呢。若做无用的时阵，嘛会当找着家己的价值哦。即种听起来足简单，足亲像绘本内底，互囡仔读绘本，会写即种故事。毋过咧，真正家己去做无简单。为虾米无简单？就是即个社会，就是甲咱教育成为一个无法度放心，无法度放心的一个人。就是讲像政治啊、选举啊、选举啊，就是会用啥物威胁啊，啊无是用互人足惊吓，讲你无投这票，台湾可能就安怎安怎。若伫社会上嘛是啊，伫工课上会用即种想法，会使即个人啊袂当讲做家己做甲伤做家己，无就是讲较歹管、较恶管啥物拢放下，你有啥物这公司就无法度，佫有顶司就无法度讲，互即个人甲伊吓啊，互伊较乖，就是大家拢充满惊吓，佫有怨叹抱怨。即摆我就是开始会观察，有即种物件，佫有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目色、别人的批评别人的反应，这拢是甲我无关系。对，这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亲像查甫的同事啊，对我查甫的业务伊对我足有意见的。有可能伊听我讲话想要听重点，我就甲伊加讲的。加讲的其实就是伊就毋免生气，就甲我讲伊这无需要听，毋免激动，安尼我就知影嘛毋过伊迄时的反应就是讲天大地大的代志安尼讲我加讲两句话，袂输就足严重。我就为这人为虾物要存在？其实就是为着要甲我讲，你毋免讲别人的意见别人对你的看法有偌尔重要，迄拢无重要。你看有一个查某的业务，伊是对别人对每一个人拢印象足好，拢对因拢是讲哥安怎足亲切的，足热情的。对我就是
拄仔就是态度差诚济。我著拄着啊，我著甲伊讲，别人对你有意见，别人对你印象无好，别人对你就是看着你足侪缺点、足侪欠点，安尼会安怎吗？其实嘛白啊，其实伊嘛无我法啦，后回我搁讲话搁遐啰嗦，伊会当安怎咧？伊嘛袂当安怎啊，因为我嘛无做啥物违反法律的代志，嘛无甲伊错啊，就是人讲话较啰嗦。就是讲伊安尼，其实我较占赢呢。因为第二摆我搁遐啰嗦，伊搁掠讲我毋是我较赢嘛，是因为伊掠讲啊。我著感觉好笑，讲哪有人，伊甲我，伊是一片镜，一片镜，啥物意思呢？就是讲，咱拢会因为别人的反应，对方的反应，伫家己的内心，有一寡化学变化。对即个查甫爷夫来讲，伊若拄着我这型的讲话啰嗦，伊就开始有炸药，就爆炸啦，爆炸。若我呢拄着一寡人，伊就会讲，你哪会开始讲台语？你是倒位人？你台语讲啊无好哦，你会使讲中文无？即个时阵，我著甲即个查某爷夫共款，就是对有一两种状况，就是会爆炸，著挡袂牢。这查某爷夫的存在，就是要互我看着。对，我迄时阵会想讲，查某爷夫讲你嘛无需要安尼，无遐严重。毋过我若因为别人讲叫我讲中文，莫讲台语，我安尼掠讲，毋是就是甲即个查某爷夫共款嘛？对方一定嘛想讲，你是来买物件来介绍的，你讲一寡我听较有诶，毋是诚好。当然我会当坚持，我著讲我诶台语。毋过对方诶反应毋免受着别人反应的刺激，真正毋免。著想别人，即个查某爷夫，我嘛想讲莫名其妙。我即种啰嗦你著爱掠讲，你是无看过佫较啰嗦诶人吗？你著随时坚持讲别人爱甲伊讲一个伊需要诶答案。我著想讲，我毋知影你需要诶物件是啥，我拢等互你安尼。这嘛无啥，就是讲我拄着代志，拄着别人若讲别人因为讲台语讲足顺呢，毋过无含我讲，我著受伤，我诶心著受伤，无就是有诶无诶，我心著受伤。安尼就是讲我无好好去收。我希望讲我会当讲去调整讲，像翁啊，阮翁转来伊嘛会讲一两句讲你害我跋倒，你这物件囥遮安尼厝内乱七八糟，无就转来表情无好势，表情感觉讲伫生气。其实安尼足严重，我著受着影响呢。有时阵我著足惊吓，想讲阮翁要转来，伊会讲，会阁生气无？会看着啥阁无欢喜无？这拢是爱分开的。伊无欢喜，毋管是啥物原因，其实毋免讲甲这物件囥做家己讲影响家己。爱做一个自在的人。若讲别人的反应，别人对你诚好，
的反应，做正面的反应，你较会快乐。这都无叫自在啊，受人控制啊，就亲像讲迄个查甫的夜妇，伊真正嘛受我控制。想袂到我加讲2句，伊会掠狂，表示讲，就是受我控制。我以后若要掠伊上去，我着搁较啰嗦，伊毋是搁，搁掠狂啊嘛。这就是咱会甲一寡家己内心的感觉，其实是爱做主人足重要。无需要无需要别人讲一个反应一句话，无就是无遐热情啊，无遐毋是家己期待的反应，就开始无欢喜啊。我想着做早以前我拄来高雄的时阵有一个我迄时阵住一间公司，我就家己认为我对一个天蝎座的同事诚好，佮甲伊介绍工课。伊嘛真正因为我介绍的工课，伊就去迄间公司佮住1-2冬安尼。我就想讲，奇怪，伊嘛无来甲我说多谢，嘛无讲要请我食饭啊，安怎。其实这就是我家己的问题，就是讲，我去期待别人爱有啥物反应，若别人的反应毋是安尼，无够，无就是过头。我着受着影响我着无欢喜，佫扣分，佫记条条，去足侪年就感觉讲足无价值咧。早知影了无爱介绍工课互伊。佫有一摆有一个我嘛拄来高雄去做一个训练，职业的训练嘛。班上有同学有一个同学，迄个时阵甲我较好，较晚近。伊就是电脑较袂晓，毋过伊做的工课就是佫需要做网站有诶无诶。迄个时阵我是电脑的程度，佫有做网站的程度较好，我就有几若摆去伊公司去斗相共就是去因公司一只甲伊处理好势。尾仔我想讲，其实伊嘛无足感谢我的，就是我去请我食饮料有时阵按顿请我叫一个便当请我食，毋过嘛无安怎。这其实就是嘛是我家己的问题无你要期待啥物物件，我可能迄时阵想讲上无嘛讲请我食饭有诶无诶，其实毋免安尼啦。就是讲我若去做，就爱就是毋免去想遮济。当然，我若付出的时阵我是会当讲去思考讲对方是有即个价值我甲伊斗相共无。毋过呢，真正无需要讲对方的反应是足感谢的，还是讲足平静的做普通的反应，就影响我想讲我做这项代志有价值无价值。毋免安尼，有价值无价值，毋是对方的反应，是我认为讲我去做这项代志有价值无价值，是我家己去判断的。就亲像讲，我即马伫推沙某伊的一个讲绘本的一个 Clubhouse 的社团内底。其实我都袂想讲，我搁伫遐用台语讲故事，嘛无几个人听，就逐工去想讲伊的价值，无就想讲大家反应嘛无诚好
啊无就想讲，有诶无诶，其实毋免，因为安尼就是讲，我做即项代志，我去准备诶即种价值拢是囥伫别人诶反应顶头。嘛无人足感激我诶，有诶无诶，拢无人甲我鼓励，无需要安尼。家己认为讲，我伫即过程中间拄仔好有机会学着物件，就是安尼上好啊，就是家己去替家己拍分数。真久以前啊，我伫写小说的时阵，无啥物人试赞，看的人无济，可能一个拢无我著做艰苦的。逐工拢伫遐想，即个时阵，隔壁的同事都有讲，你著爱家己去，家己认为家己有进步，家己替家己拍分数，家己认为有价值，安尼就有够啊。毋过迄个时阵我是无法度接受即种观念。我认为讲，家己当然是无甲家己补啊，当然就是爱别人讲你好，较有即个价值啦。毋过即马就知影即马较有智慧，就知影讲，若爱靠别人，讲别人讲你好，你较会感觉讲有价值。这实在是做危险的代志，危险伫倒位？就亲像我写小说，我明明想讲我写甲真好，足辛苦，嘛足深刻的，真好看。毋过找无一个人来甲你肯定，来甲你看你的作品。即个时阵。因为别人的反应，可能是无啥物反应，无啥物趣味，无啥物新鲜，就对我的小说，无啥物新鲜。即个时阵我就想讲，我写小说即件代志无价值，这足危险的啊！就亲像讲，有一个写小说的作者，安尼我有甲伊留话。毋过我讲的话可能是讲我足介意伊的做歹人迄个角色。伊听着伊足侪摆啊，伊讲2、3摆，我拢是会对伊这歹人的即个角色较有疼心。伊就掠讲啊，伊就足生气的，足愤外，搁甲我封锁。我有甲伊讲啦，我讲其实你著莫吵我啦，我就是因为我看小说，我就是对即个歹人有疼心啦。伊就讲你哪会使对歹人有疼心？你无看到这主角伊足痛苦的，你哪会使认同歹人呢？歹人即个角色呢？我就想讲无法度啊！我著看小说，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就是对这歹人就是较有感觉，这我嘛无法度，我毋是超工的。这作者是掠讲，甲我封锁起来，搁讲一寡批评我的话伫伊的面册顶头。这意思就是讲，其实这意见是我个人的意见，变讲大家若讲，毋免因为别人的讲啥，别人伫想啥，别人看这物件是即种感觉就掠讲，安尼其实就会真自在。我嘛是啊，我迄时阵写小说，有人足好心的去看我的欠点，就讲你写即个主角，我较无感觉呢，无法度。甲有迄种共款的感觉，无法度徛伫即主角的角度，
我颠倒讲迄边仔诶配角，我较有感觉。即个时阵我嘛是足艰苦诶，想讲这是毋是代表我讲我写无好？其实拢毋免去想济，是安怎咧？就是讲，若家己认为家己写甲诚好，家己拢有感觉，这上重要。家己诶肯定，家己诶，毋是讲等别人讲家己好，而是对家己拢毋敢有啥物自信。等别人讲好，我较心较安，讲有人讲好，应该是阁会当。拢毋免安尼，别人就是别人，囥一边。这就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课题，保持这个社交距离，这心灵的社交距离。别人的话做参考，别人的反应做参考，别人的批评就听的就煞。莫去惊遐，莫讲哎呀，我足惊等下听到的话是会好话还是歹话？就变成讲，即马社会上的人拢尽量拢讲好话，拢足惊甲人伤害。我就是有这玻璃，我的心亲像玻璃遐脆弱的即种问题。希望讲我会当豆豆变坚强。就是安尼。